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天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互阮来到伫8月下旬，准备要进入到伫8月底的时阵，阮游玩持续伫教会的礼拜。虽然伫外口有肺炎的影响，互阮有惊吓，互阮有软弱，总是上帝你的保守，嘛互阮的兄弟姊妹拢平安甲健康。特别上帝，阮也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保护抓走阮，也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8月下旬，准备要进入到伫8月底的时阵，咱会当游玩伫上帝的厅内底，做伙来组织。咱伫今仔日也有囡仔团契和青少年团契，到伫咱的姊妹教会南投信义的所在，遐做伙来敬拜上帝。咱也继续关心因，互因出入内外拢平安。伫今仔日咱伫礼拜的中间，牧师要甲咱做伙来三角分享，伫马太福音书16章13节到20节的经文。咱伫这段的经文内底，咱要互相来分享，互相来勉励。咱多谢拄只伟明执事所带咱共读的圣经。伫拄只咱所看即个圣经节内底，咱看见着耶稣伫遮来教学生考试。这个考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互学生透过因家己的身份来做一个信仰的告别，毋是干那去听外口人咧讲究竟耶稣是几罪即款的信仰的问题。更较要紧是咱看见着彼得，伊来称呼耶稣，伊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通过安尼，咱通看见着讲，即个信仰告别是真水，嘛是真实在。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嘛是要引带咱三角来思考。咱敢有捌上帝，捌有教囝？透过安尼，互咱会当伫真实的中间来甲耶稣基督相拄。我想咱要开始分享的大声，牧师有愿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看乌色的字体，咱做伙来看乌色的字体，咱连续来读2遍。3来，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再来一遍哦，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感谢主，咱做伙拍开咱的圣经，咱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耶稣，甲顶礼拜咱所看耶稣伫推罗西顿的境界同款，拢是伫外邦。所以伫外邦的耶稣，伫迄中间，伊来甲学生伫遮有一个信仰的问答。我想伫圣经的中间，咱也看见着伫耶稣的讲话开始来提问题的时阵，这往往拢是神学真要紧的开始。所以咱看见着讲，今仔日耶稣伊所伫一个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内底，这个所在，若照着圣经的地理来互咱做参考，会当知影讲，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所在，土地真肥，物产真丰富，伫迄中间嘛有真侪即款咱讲叫做宗教真兴的一个外邦的庙伫遐来建立，所以伫希腊甲罗马的时代，伫遐有真侪神庙。确实，咱若甲即个所在掠转来旧约看的时阵，大多数即个所在拢是咧拜外邦的巴力。所以会当看见着讲，今仔日耶稣所徛的所在是一个宗教真兴，然后是伫一个外邦宗教内底，和耶稣成做真对立的一个空间。总是耶稣伫遮来开始甲学生有一个问答。伫遮咱看见着耶稣来问学生讲：
人咧讲人子是治水。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起着讲，文图徛伫正神庙外邦的神明的即个环境内底，因需要来从耶稣的身份伫遮来讲出一个答案。咱会当去想象伫现场耶稣的学生安尼真侪讲话、真侪对话伫遐，有人讲伊是惊洗礼约翰，有人讲伊是以利亚，或者是有个人甚至来讲耶稣是耶利米同其中先知的其中一位。咱会当看起着讲耶稣的学生来甲耶稣凸显，伊是一个受我的一个先锋，也就是讲耶稣那亲像一个伟大的先知共款。但是耶稣听到这个答案了后，伊搁再一次来问伊的学生：那安尼，恁讲我是治水？耶稣搁等第二个问题出来。这个学生，咱会当讲，这个学生的班长叫做彼得。西门彼得伫遮来应答耶稣讲：你是基督，真话上帝的囝。伫马太福音书，咱看起着。伫耶稣伫约旦河洗礼的时阵，天开，有声音对天顶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喜爱伊。”同款，伫17章，耶稣伫山上的变貌，嘛有天顶的声音伫遐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咱会当看起着讲，今仔日耶稣伊诚做上帝的囝，会当看起着伊甲上帝的关系不止啊亲密。那安尼，既然是上帝的囝，伫马太福音书，特别是写互犹太人看的即个圣经集内底，会当去知影讲，这是要来表明做一个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伫遮，咱看起着讲，弥赛亚的身份准备要被表现出来，因为对16章，耶稣伫遮互彼得来认伊做基督的时，也准备耶稣开始预言。伊有3遍要伫遐受苦，伫遐来死，所以一步一步，咱通看起着讲耶稣的身份准备要伫即中间来显露出来。但是，若照圣经的记载，真可惜，人子也就是耶稣，伊的身份虽然是弥赛亚，却是学生对伊的认捌是无够格，因为伊是将耶稣看作是政治上的弥赛亚。毋是人子的弥赛亚。当耶稣甲彼得的对话了后，咱通看起着另外一节，即节经文嘛不止啊趣味，因为即节经文来看起着讲耶稣来学了，来认同彼得是有福气的人。这段经文伫福音书的中间是伫唯一伫马太福音书，咱看起着耶稣对西门彼得讲伊有福气。所以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咱看起着耶稣讲西门彼得是搬石。我想咧处理即段经文的时阵，不知深识就是倒来看耶稣现在徛的所在，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即个所在，若照圣经的地理，会当看起着讲，当时遮的神庙，因会甲因的庙的后壁的即个石头。来挖一个坑，然后伫石头挖一个坑了后，来甲神像放伫即个石头的顶面。咱袂输讲，即个神像真稳定、真坚固，徛伫遮。但是彼得互耶稣来祝福，来互耶稣称呼伊是搬石的时阵，就是要来肯定彼得，伊伫认捌耶稣的信心内底，亲像搬石共款的坚强。所以，伫最后，咱通看起着讲，耶稣禁戒学生无得甲人讲伊是基督，因为时间还未到，即个身份暂时毋通讲出。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咱安尼一连串来看的时阵，其实搁较要紧的，咱要来看耶稣的学生。今仔日个重点，咱要用耶稣的学生来看。因为伫今仔日咱看起着讲，彼得伫遮做信用告别，
这个信仰告别伊来认捌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伫耶稣受难前，耶稣透过一连串的问题，要来帮助学生，会当伫信仰的内底有更较清楚，知影讲伊所军队的对象是一个需要透过死甲苦难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弥赛亚。但是咱来做一个想象。无需要鼓励咱咧读圣经，爱有一寡想象力。也就是讲，当今仔日耶稣问学生讲，人咧讲人子是治罪的时，即群学生对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即群学生对耶稣一段时间，看过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今仔日。学生开始爱去思考，当因的主观，因真清楚对伫耶稣的身边，看见着耶稣的所做，但是伫因的日常生活的中间，都常常会听见着有人对耶稣的，咱讲认捌，或者是讲批判，伫遐有一个扭曲，到底？我所认捌的这个耶稣是啥物人？所以一般的人咧讲的，这个耶稣是啥？伫这个中间，咱人看见着讲啊，一般人看见着耶稣认捌，认为伊是先知。所以伫马太福音书中间，甚至才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趣味的线索，来讲起着耶稣亲像耶利米啊。在伫福音书的内底嘛，是干那马太有讲的。因为伫即中间，咱看见着讲，大多数的人看见着耶稣是一个真有教导的一个先知，但是咱爱知的是讲，即个人物毋是毋对。传统的解说拢甲咱讲，即个学生，遮个学生咧传达遮外人讲的是毋对。但是咱换一个角度去看，学生毋是毋对。是学生所甲外人讲的遮个内容，是表现出因捌的耶稣是无够格，毋是毋对，是无够格。所以也因为安尼，咱知影讲耶稣伊毋是亲像先知讲，干那只有讲话教导那尔。更较要紧的是，耶稣透过伊的行为来互众人会当知影讲，伊所表现、所行打。拢是要来实现上帝的信息，所以进一步来讲，当耶稣听见着学生来转达外人对伊无够格的身份的解说以后，耶稣扭转来问学生：那呢？恁讲我是治罪？那呢？恁讲我是治罪？耶稣直接要爱学生透过因的身份，实在将因对耶稣的认捌见解来甲伊讲出来。各位兄弟姊妹，那用即马少年人讲的，这叫做直球对决。耶稣直接要爱学生来讲出恁讲我是治罪。迄是一个面对面之间的告别，迄是一个信仰的表达甲反省，也就是讲，今仔日耶稣甲学生迄个关系是要建立伫我甲你之间迄个亲密的关系，一个真具体的形容出来。过去阮伫新学院咧读册的时阵，咧读铁学一定爱读着即本册，叫做《我与你》。I and the Son。这本册坦白讲真歹读，真歹读的。我想咱在座有教授、有牧师，拢知影讲这本册实在是真大的挑战。但是这本册英文伊讲 I and the Son， 伊毋是用 I and you。为什么伊无要用 you？因为伫这
本册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叫做 Martin Buber。伊用一个关系要来去解说讲人甲人之间，或者是讲人甲上帝之间，迄个一个真亲密的一个连接存在的关系。所以伫当时圣经的翻译内底，特别咱啊手头有摕即个叫做詹姆士译本英王詹姆士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这本圣经的时阵，你着看见着讲，因用手来称呼上帝，毋是用有。所以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就是主要要来讲起着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包括有尊敬、亲密、热切，或者是注目的意义存在。但是这个解说内底，其实要帮助咱倒来去想，咱甲耶稣的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咱甲耶稣的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也就是讲，今仔日咱甲耶稣的关系是建立伫需求满足的顶面，或者是咱甲耶稣的关系是两个个体存在互相连接、互相扶持、互相帮衬的一个关系内底。换一句话讲，什么叫做需要的满足？就是今仔日我认为我有祈祷，上帝爱甲我保护。今仔日就亲像咱台湾人讲的，有烧香就有安那保庇。咱真侪时阵拢甲信仰来看做是，咱认为安那上帝爱甲我满足。但是更较要紧的是，咱甲上帝、咱甲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存在互相认同的内底，会当咱看上帝来，互咱知影讲咱存在的价值。我想伫即款的关系内底是一个真实，更较要紧的是伫信仰的内底爱建立教会的基础。无论咱拄着啥物款的挑战，毋是互侪多元的文化来冲击咱的信仰，是会当亲像彼得共款，信仰坚固，伫即个多元文化甲咱的宗教信仰伫扭纳的中间，会当实实在在无互遮个文化来甲咱摇动。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帮助咱去反省，咱怎样看耶稣？用咱家己的身份，咱怎样来看耶稣？今仔日这个耶稣是你听来的，还是你的祖先传落来，还是你有实实在在去经历到上帝的囝？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有意思，不只要定心帮助咱倒来伫信仰的内底来思考。如果咱若甲上帝看作是一个满足咱的需要的上帝的时阵，那安尼即个上帝咱随时拢会当放弃。但是今仔日咱若甲咱的信仰亲像彼得共款来将耶稣看作是一个有存在价值的时阵，咱会伫即中间，倒来到伫 I and Soul 即个关系的内底，会当三拄，会当有交集，会当伫迄个真实的关系内底，实实在在认捌到耶稣是咱的救主。我想，伫咱的基督教伫台湾的发展内底，对1865年宣教师来到伫台湾，有一段时间，咱原则上宣教师若讲啥，教会就做啥。若照着台湾教会史咧分即个历史的阶段的时期的时阵，咱讲即段叫做接受期啊，接受。所以伫过去，咱的教会伫接受的即段期间阶段的内底，咱真清楚经历着马偕、介瑞廉等等遮的宣教师
或者是遮个成败对咱会指导甲影响。所以伫接受，然后到伫即个叫做酝酿，即个酝酿就是准备进一步要开始进入到伫教会本土的时阵，咱看见着伫咱的教会历任的牧师就开始有变化。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宣教师全部拢爱转去到伫因的母国，所以迄当阵伫咱的教会内底，有钟天基牧师，嘛有王宗定牧师，遮个本土的牧师，在地台湾人的牧师，就开始自立，开始伫即中间来思考教会着怎样来进入到伫本土化的时期。所以对接受、酝酿、觉醒，到伫1980年代的时阵，咱伫台湾教会或者是讲叫做本土神学的内底，咱会甲1980年这段时间叫做再告白，也就是讲咱重新甲咱的信仰转来到伫咱的身份的内底，重新来去想，我身为一个台湾的基督徒。我面对着宣教师所带来的基督宗教的时，我的信仰教我有啥物款的帮助？咱毋是咧用听讲的，咱毋是咧用即个叫做顶代的祖先传落来，毋是，是咱实实在在会当互咱甲信仰有关系。所以伫1985年的时阵，咱的长老教会来发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这份信仰告别，会当讲是教会对社会，包括对所有的兄弟姊妹，要来解说，治水是我的救主，嘛上是要来解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换一句话讲，今仔日咱的教会，或者是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真实甲上帝有关系，会当伫迄个三度交集的内底来做出信仰的告别的事，嘛是要来甲咱提醒，当社会有困难的时，教会会当讲我伫遮。当咱的会友有苦难的时，这个信仰实在会当成做兄弟姊妹的扶持。所以伫所有的福音书内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特别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节，甲咱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对遮来开始。所以伫遮嘛是咧甲咱提醒，当咱会当甲耶稣有真实的三度实在的交集的时阵，伫遮咱的信仰告别嘛是常时，互咱会当因为即个福音来得到好的消息。各位兄弟姊妹，咱咧举办咱的教会150周年的时阵，牧师要邀请咱来思考你甲上帝的关系。咱来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来重新来省察咱家己的信仰，也就是咱捌耶稣有够野无啦。你捌的耶稣是牧师甲你讲的耶稣，还是阿公阿嬷甲你讲的耶稣，还是你通过你个人家己的身份，伫即中间所认捌的耶稣？我想这是一个真趣味，嘛是一个真大咱做伙来学习的一个信仰的课题。我想伫教会，咱特别伫关怀探访的过程中间，事实上拢会当听起着真侪会友的信仰告别，因为这是对苦难病痛的中间所真实的感受。有几若遍，
甲咱的同工去病院探访的时阵，咱伫病房金丝祈祷，隔壁病房，或者是伫同一层楼的即个病人的亲友，会安尼走来甲咱探头探面，然后伫迄中间来甲咱邀请，是毋是会当去到伫因的病房，为着因的亲人伫遐来祈祷？我感觉讲，伫咱的教会内底有一个真水的画面，就是当真侪时阵去到伫病房祈祷的时阵，无论是牧师家己去，还是带探访队做伙去病房，甲咱的会友请安的时，足侪会友拢会足主动，当牧师要祈祷的前，甲牧师提醒，还是甚至要求，牧师你敢会当为着即个病房所有的病人来祈祷？感谢主，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停留伫咱家己那，咱是要甲即个信仰，互众人知，耶稣基督上帝的囝，福音要临到伫所有有需要的人。当然啦，有会友会感觉讲，啊，牧师你讲这是妄教。啊，若靠祈祷会好，安尼需要医生有啥路用啊？但是咱敢有法度亲像彼得共款，迄个信心遐尼坚定，面对着病痛苦难的时阵，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去领受上帝对咱的医治甲怜悯。我想这拢是咱的会友对着信仰耶稣救赎的认捌。嘛是将信仰个别来连接伫日常生活，会当互福音来临到伫每一个人的中间。因为当咱每一次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的时，咱嘛是超找着自罪是我的救主，咱嘛超找着上帝存在的目的的答案。咱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互咱对上帝的认捌是有够强。咱求圣神来引带咱对耶稣的信，就亲像磐石坚固。特别伫即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间，有人甲咱问讲耶稣是罪的时，咱会当好胆来甲伊讲，耶稣是基督，因我上帝的囝。三个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帮助，是阮的医治甲怜悯。当阮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节来知影，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嘛，互阮会当因为安尼知影，接续伫圣经的信息，阮要看见着耶稣。要来彰显，伊是弥赛亚，阮的拯救，阮的救主的见证。也愿上帝将你的听继续围绕伫阮的身边甲性命，互阮因为主你的保守来得到大大的快乐。嘛，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像彼得共款的信仰、信心的内底来得到坚固，来通过安尼再一次来领受主的恩典甲祝福。愿将今仔日所得到的信息，感谢白白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上帝引带甲祝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